吉米和中心自去年1月引进前哨淋巴结造影术，将造影剂注入去肿瘤周遭组织，造影剂会沿着淋巴管前进，运用因果反应，让前哨淋巴结发光，让医生会当精准切除前哨淋巴结，唔免将全部淋巴结拢切掉，减少引起下肌肿胀、神经受损、探痛等副作用。内膜主要可能是经由淋巴结去转移。那我们去定位出来前哨淋巴结的话，可以减少就是我们拿掉所有淋巴结的一些风险。那既然淋巴结拿的越少，它造成下肢淋巴水肿的机会就越低，那可以导致我们之后术后的一些生活品质的提升。优点就是我们不用大范围的去把淋巴结清出来，那相对来讲手术到的时间或是出血的状况就会比较少。那术后的一些像是淋巴结水肿的机会，相对来讲显低。前哨淋巴结造影术，因为会当精准定位，手术提出来的淋巴结嘛较少，手术出血量嘛较少，而且手术副作用嘛明显降低，无影响到癌症复发率，让病人术后有更好的生活品质。林俊宏医生提醒，妇女朋友爱定期做子宫颈抹片检验。对着无正常的阴道出血，嘛要提高警觉，才会当早期发现、早期治疗，有效增加存活率。台南新闻张硕维采访报道。